要就是说，希望啊，尤其是中小学的老师啊，运用我们管理资料来充实这个课程的教学。尤其12国教啊，108年就开始实施了啊。我们希望老师啊用以观察。那12国教课纲，各位如果有兴趣，大概都会了解，就是说学校可以去发展学校本位课程。那如果学校对这个，或者说老师在教学上对这个台湾早期的一些内容有兴趣，不管是在哪一个学习领域里面都可以。那么经过我们管理资料，然后设计成教案，然后实际教学，教学以后再做修正，修正完以后啊，来参加国立台湾图书馆办的教案比赛，如果得到特优，还有3万块奖金的啊，所以啊，鼓励啊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让大家知道，透过这个馆长资料来提升教学的内容的品质，让它更生动活泼。啊，这是第2个子计划。第3个子计划就是，如果学校发展国文课程需要国立台湾图书馆来合作，我们可以签一些协议书，就是说我们来帮助学校，帮助他们发展学校的国文课程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心啊，就希望我们的图书馆啊，跟学校的教学也能够结合起来，好，让学校的教学品质更优良。这是我们努力的目前的一个计划啊。好，那我们今天整篇的这个研习活动啊，早上就请那个蔡景南教授啊，为各位开讲哦。啊，今天我们的请的教授都是非常有名的哦，全部都是留日的啦，全部都留日的，一史之学，各一史。那其实北中南3场哦，北中南其中的课程啊，那个研习课程都会有一堂是跟在地有关系的。让大家对地方也都关心一样啊。我就先开讲到这里，那是不是要先请那个翁主任跟大家讲一下？谢谢啊，翁主任。郑馆长，一直在前面。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历史系非常荣幸能够协助图书馆国家台湾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的台湾文史教学研习。我觉得我们成功大学历史系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建筑160年，本身就是历史，那我们是在研究历史，也是生活在历史里面，然后又在台湾市，台湾是一个400多年的一个古老城市，所以我觉得非常棒。我虽然是系主任，但是我实际上工作是斗地主的各位看到我们这个前年的时候是8月开始整修，然后到差不多6月底7月初的时候才开始施工竣工，现在在验收期间，各位看起来就比较混乱百废待举。但是我们尽量显示出我们诚意，所以我们赶快办一台新的大级的戏剧，然后我们一定会再办一台新的戏剧，然后有地板翻修，欢迎各位明年在这个地方举办类似的活动。我们非常欢迎，因为我们觉得历史知识除了要做研究之外，最重要是沟通像今天郑馆长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们是希望这些典藏的东西能够让更多人分享，然后也牵涉到知识沟通的问题像把它数位化，就是让大家可以接触它，然后大家可以使用它，甚至鼓励大家提升教案、教学生的学习。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历史系非常愿意配合协助。所以如果说各位明年要去举办的话，请不要忘记历史系。我们除了这个地方之外，我们的历史文物馆的地方以前是堆放文物的地方，现在我们把它清空了，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参与空间。然后待会会请系办同事把它打开，在11点半到1点休息时间，各位可以到那边走一走，因为这地方是不能吃饭的所以你可能到对面去。如果有点时间的话，到那边看一看。我相信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好，明年办活动的地方。所以郑馆长可以不用担心明年台湾场在什么地方办，历史系可以提供2个空间，而且非常乐意协助来举办这样的活动。所以再次欢迎各位来这边参加教学研习，那我也祝今天的教学研习非常成功，谢谢。